多谢宇秀来关心这摆这个大选连任失败这个婚姻的代志。婚姻关第一选区立委苏迪芬早起呢开始谢票，以用行路的方式带团队伫选区内底甲选民谢票。讲到未来规划，苏迪芬讲会继续透过面册关心各种的议题。伫昨伊就雄雄伫面册写讲，本来当作讲买票是买1000块尔，又讲有3000块的数字，原来是买总统、政党甲立委票有3张。另外一篇文章又讲。我伫好尾得票数，居然都是政党的得票数，1票无差。这两篇文章到底咧控诉甚物人，引起外界猜测。婚联第一选区立委苏迪芬伫竞标参拜完了后，行路带竞选团队伫选区内谢票。虽然是谢票，也毋过苏迪芬伫无啊一路头当着民众嘛，敢若热手第一，看起来心情也是无平复。因为这摆的大选，伊毋若争取连任失败，嘛终结伊参选20年来不败的生活。讲到未来规划，苏迪芬安尼讲：我会把我的脸书还是会好好的经营当然，针对一些社会的议题或是政治议题，都还是会持续关心，也会扮演一个就是独立观察者的角色。特地注意的是，苏迪芬昨雄雄伫面册写讲，了准敢若买票买1000块，沿海甚至选民敢若摕500，乃有3000块的数字。原来是买3张总统、政党甲立委，所以唔通阁讲啥物去买总统、政党的选票，都伫我的选区。所以个伫另外一篇文章阁讲，我伫好尾的得票数，竟然就是政党的得票数，1票拢无差。两篇文章敢若是咧讲送贿选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。记者实在敲互苏迪芬，也毋过伊无接电话。伫结果进前，也无针对面册破文章的指控做出说明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